抖音第1名了，你看，抖音占用空间多达7.33G 了。抖音呢，你看占用空间竟然这么大了。传那个5分钟的影片呢，草稿那个也都占用自己手机的记忆体空间呢，比脸书还要多了。你看脸书才1.17G，比较少在用。赖变本来5G 左右变700多，有移除再重新安装了。赖有移除再重新安装了，也没有在那个网络线上上那个1-2小时的课，所以可能是这样比较省空间了。内部记忆体空间剩下100多 MB， 本来5-6G 呢，用了1个月左右吧，怎么这么快就变成100多 MB 了？所以就要赶快到 Google Play 下载、安装、下载程式、安装过程，因为空间不够，它会出现这个要释出空间，然后点按设定储存空间，进入快取资料，计算中，快取资料，快取资料计算中，快取资料计算中，把它删掉，快取资料。怎么会空间变这么少呢？可以到抖音的首页里面进去，资料设定里面的隐私设定里面释放空间，文字扫描仪，直行的也可以呢。扫描以后那个字可以用，看的，有时候准确，有时候不准确。你看首页右上方，首页右上方这边上进去，你看你有没有看到草稿？会占用空间，然后隐私设定，你然后找释放空间，有看到释放空间了？释放空间。你看，可以按清楚，你看草稿也很多，你看5分钟的影片呢，草稿有这么多，你看，这样就占了几百了。500多 MB 了，你看，占用了500多 MB 了。按清楚，草稿没有办法清楚，去退出来，有没有看到草稿？有看到草稿？草稿按一下，让它按一下让它上传。正常是这样，按一下可以上传，好像这样。按发布，无法上传。